总统赖清德出访，头一天出访，伫咧前往马绍尔群岛，也阁有土瓦鲁、甲帛琉咱三个友邦，经过美国的夏威夷甲关岛了后，伫咧昨暗时已经返来到咱台湾。赖清德嘛有伫咧机场发表谈话，感谢美国秉持安全、尊严、舒适、便利的原则提供协助，我们开启了价值外交的新时代。我们都很清楚，国际的媒体也多所报道，我们这些邦交国其实相当勇敢的抵抗了极权主义的威胁利诱。这些国家不仅仅勇敢，也坚定地支持民主的普世价值。我们也跟夏威夷州还有关岛州长、总督、当地的议会，大家共享民主的价值。赖清德表示，这届出访展开价值外交的新时代，咱这友邦拢勇敢坚定来对抗威权，支持民主。未来咱嘛继续甲世界各国做伙来维护民主。赖清德嘛感谢规个团队的努力，也阁有回国的空军四架 F-16战机来伴飞，或者6枚7天的出访行程会当圆满顺利结束。